會俾咗一個要求，你點搞都冇問題，不中超而專苦啊！你其他細節你哋自己翻決定啊。Hello，因為老總睇綠班啊，都唔使執到咁正嘅大佬。舒服嘅呢度。你第一次嚟啊？係，我係第一次過嚟。哎呀，呢次超輝嘅其中一個爆款，今日老班之下想有啲咩製作啊？我啱收工揾我嚟放鬆下。上去整翻兩局最扣咯，點樣打啊？邊個贏先請食一斤羊豬，贏嗰個請牙。冇問題，盧總，我打唔落，我執佢落去，打桌球啫嘛。我咪梗係做啲小玩下好啦，係嘛？咁肯定啦，出邊好焗啊。點啊，晴晴有啲咩可以啊？應該收工可以過就放鬆下。啱啊，咁啊，放鬆翻嚟咁咪大家放鬆下好嘅。不如我哋酒樓都整一場放鬆下嘅活動，好唔好啊？整翻佢有意思，我覺得咧，同我哋啲酒樓嗰啲客人咧搞住活動嗰個咧，適合你哋嗰啲咁樣嘅唱歌活動。邊個學？即係陳奕迅咯，揾你個咬住你嘅。我姐揾我。我醫什麼反正？阿健，你有啲咩好建議？整翻個唔一樣嘅，仲有 Michael Jackson 嘅演繹咯。哇！你識跳街舞嘅？食翻嗰度。哇！呢個好啊！係空浮啊！你知唔知佢係邊咩身份啊？係全球公認嘅舞王。你有門路點樣揾個象徵的呢個替身好唔好啊？最佳模仿者陳華哦，陳華。 Michael Jackson 最佳模仿者，佢係模仿得係最似嘅。你有聯繫方式係嘛？有呢個月尾咯，趁住小朋友放假之前。 6月8啦，好意頭。6月8咯。有一樣嘢啊嚇，你唔好攔住我哋，你點搞都好咁啊。放心，頭先有個旅遊團已經，我可以聯絡佢。我會俾咗一個要求，你點搞都冇問題。不中超2000蚊一張唔好啊！你至於其他細節，你哋自己翻決定嘅。你有晒無賴嘅嘢就決定係6月20幾號交，係咪？係。嗱咁就得啦，唔好叫到時搞錯時間嚇。冇問題嘅，相信我哋啲效率。你真係最牙刷嚟嘅，就咁定啦，我哋打住夠啦，咁啊。有實力先可以牙刷㗎喎。